继续来看这个皇帝天狗日，参艺术作品嘛受到波及。新锐艺术家陈瑞红的作品《目池》，这是有得奖的。即摆伫咧台中港区的艺术中心来展出。讲艺术中心认为讲，这个作品的元素有水池啊，会来生蠓啊，所以建议艺术家把这个水改做沙啊。这是由创作者感觉家己的艺术真无受到尊重，嘛来引起到其他艺术家的批评。用榻榻米做平台，边仔有墨水池，用纸做背景甲水草。这是优秀的水墨艺术家陈瑞红正伫台中港区艺术中心展出的艺术创作。因为是死水有真侪蠓仔，官方就以皇帝天狗节为理由，建议创作者将这件台湾美术新貌奖的作品用沙换水。沟通的过程之中，哈，那我们同仁有建议，艺术家说，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理这是墨水？官方本来当作是好意，和艺术家批评，大学教授嘛咧批评，什么时阵台湾市政府真正变甲如此的不堪？邀请作品拢入场啊，要求水变做沙啊，若甲你改善咁好？创作者陈瑞红嘛真不满。就是与其说展了一个跟我原本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担心我会不会造成现在登革热疫情的紧张，那我宁愿把我作品收起来。港区艺术中心强调讲，这个墨池的水确实会引来真侪蠓仔，人客甲管理人员拢有反映，这会建议更改设计，无强迫，嘛无希望讲因此撤展。只卖加强现场的清洁，卖甲创作者参详，伫无破坏创作理念的原则之下，针对红蠓仔做后续的讨论。